咁最近呢，有單新聞講小六學生去考試用 AI 出貓，令到全班學生都要重考。好多家長就好擔心，話 AI 好危險啊！所以今日呢，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呢樣嘢。首先，我好欣賞嗰間學校就即時作出處理啦，亦都透過適切嘅引導去培養翻學生正確嘅價值觀同埋資訊素養，去維持翻個評核嘅公平嘅。咁但係同一時間呢，呢件事其實都提醒咗我哋一樣嘢，一個更加大嘅問題係 AI 已經進入咗我哋嘅生活，進入咗校園。與其問點樣可以防止小朋友用 AI， 咁不如開始問小朋友可以點樣學習負責任使用 AI 呢？如果 AI 存在，我哋又點樣去教育小朋友去重視理解多啲？家長又可以點樣引導，而唔係單靠去 ban AI 禁止小朋友用呢？因為 AI 只係一個工具，更重要嘅係個小朋友有冇學識理解內容啦，去表達自己，分辨自己諗嘅同 AI 生成嘅有咩唔同啦。其實全球嘅教育界都面臨同一個挑戰嘅 AI 已經出現咗，佢唔會消失。我哋唯一可以做嘅係點樣教小朋友用 AI 去整理佢哋嘅思路，用 AI 做練習，而最終佢可以講得返自己嘅諗法。當小朋友知道AI 幫佢哋準備而唔係代替佢思考呢，咁其實佢哋嘅成長反而更加成熟。你可以試下同佢討論以下呢3個問題。第一， AI 點樣幫你準備呢？第二，你自己點樣改呢？第三，如果你唔睇稿，你又可唔可以講得翻晒成篇稿出嚟呢？教育轉變緊，我哋未必可以控制科技，但我哋可以去轉變我哋嘅思考方式嘅。如果你都想一齊學習，你可以 follow我會分享更加多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